話說呢，上回講到九龍仔係夾喺第3同埋第4條龍之間，實際上九龍仔咁偉大嘅名呢，係游走於第3、第4同埋第5條龍脈之間。根據1819年嘉慶年間嘅新安縣志，已經有九龍仔村嘅記載，但係佢只係講明係一條客家村，係冇圖為證嘅。咁啊，到底咧喺邊度呢？喺1911年香港政府憲報，九龍仔係屬於深水埗23條鄉村之一，有285人。咁啊，而家藏喺澳大利亞嘅1866年嘅新安縣志嘅九龍古圖呢，九龍仔明顯啊係標明喺深水埗，就係現今靠近大坑東、大坑西、南山村一帶。但係好奇怪，從1904年以後，喺香港現存嘅所有地圖，將九龍仔呢都標誌喺九廣鐵路嘅東面，即係今日嘅九龍城嘅區域。嗱，你而家上 Google 查詢九龍仔喺邊度啊？佢話九龍仔咧係源於窩打老道與蘭開夏道交界嘅九龍仔村，喺嗰度咧係確實咧保留咗好多九龍仔嘅足跡嘅，譬如有九龍仔山咧，而家咧就叫做格仔山、九龍仔公園、九龍仔游泳池同埋九龍仔業主委員會。但係從1957年起，佢哋就唔叫自己做九龍仔啦，一係咧就叫九龍城區，一係叫九龍塘。點解呢？因為啊，九龍仔喺當時咧係代表徙置區咧、木屋區咧、低端人口，講出嚟咧唔係咁傾向啊。咁但係我哋住喺深水埗呢邊九廣鐵路西面嘅九龍仔嘅人呢，係繼續係用呢個名嘅。嗱，你可以睇到新出版社喺1962年同埋67年出嘅九龍全圖呢，清清楚楚標明呢有九龍仔村同埋九龍仔木屋區。咁你喺到呢個地方呢，亦都好睇到好多九龍仔嘅足跡，譬如九龍仔街坊福利會、九龍仔信福德堂有限公司，連經過九龍仔嘅紅色小巴呢，都係有九龍仔嘅路段嘅。80年代由政府機構編寫嘅通訊總覽呢，亦都清楚寫明九龍仔、石硤尾、白田、又一村區政府機構、社區、學校同埋志願團體通訊總覽。咁啊，點解咁混亂就咁搞笑嘅呢？唔好講下而家呢，喺70年前，九龍仔發生一次好嚴重嘅火災。發生喺1954年7月22號，導致9個人死亡，多人受傷，2萬多人無家可歸。喺當時嘅幾個政府部門啊，向當時嘅布政司匯報嘅時候，講到呢個大火嘅發生嘅地方呢，都不一致嘅。消防隊呢就話大坑東（九龍仔大火），福利處呢就講九龍仔（大坑東大火）。而警方咧竟然咧就話係九龍塘大火 Kowloon Tong Fire Disaster。 呢係咪實在係太搞笑呢？咁我覺得呢，咁混亂嘅情況呢係有幾個原因嘅。好可能九龍仔呢個地名格局太大啦，佢好似個幽靈咁樣喺第3、第4、第5條嘅龍脈喺度遊走。根本嘅問題就係政府呢從沒將九龍仔劃成一個行政區域。九廣鐵路以東嘅九龍仔，從1957年起呢，就係以九龍城或者九龍塘嘅行政區域嚟代替；而九廣鐵路以西呢，亦都係以大坑東、大坑西或者南山村嚟稱呼。第二個原因呢，呢個就好特別啦，就係有個英國人叫做義德，喺1920年代喺九廣鐵路以東興建咗200幾棟嘅英式嘅獨棟花園。